點樣軟化血管，令身體內外都可以變翻年輕。大家都知，血管會隨住年齡增長而硬化。例如，20歲嘅人，血管就好似膠水喉；40歲嘅人，血管就好似煤氣喉；到70歲嗰陣，血管就會硬到好似牛蒡咁。但係大家放心，無論幾多歲，我哋都有辦法可以令血管軟化。喺今集節目，我哋會介紹3招軟化血管嘅最佳方法。為咗學習第一招嘅方法，我哋嚟到立命館大學琵琶湖草津校園。邊個會教我哋呢？你好啊，你好，請多多指教。多多指教。佢就係立命館大學教授加光素行醫學博士。佢研究點樣透過做運動減低患上腦梗塞同心肌梗塞等血管疾病，係運動療法嘅專家。當身體僵硬，可能係反映出血管老化同硬化。加光教授指出，佢幫600個成年人測試過身體嘅柔軟程度，發現比平均僵硬嘅人，佢哋用嚟反映血管老化程度嘅血管年齡，亦都傾向比實際年齡高出5歲咁多。不過，點解身體僵硬嘅人血管會變硬呢？我痛。一個人身體僵硬，表示佢可能平時好少會活動自己嘅身體。有個講法認為，冇運動習慣嘅人，佢哋出現動脈硬化嘅機會率會更加高。咁即係證明咗身體僵硬嘅人，血管同時亦都會變得僵硬。但係大家可以放心，加光教授指出，血管無論由幾多歲開始都可以軟化到。方法就係，如果想軟化血管嘅話，做血管伸展操係好方法。血管伸展操，軟化血管嘅最佳方法，第一招就係血管伸展操。咁血管伸展操同普通嘅伸展操有咩分別呢？做伸展操嗰陣，我哋嘅肌肉會壓迫啲血管，做完之後，血管受嘅壓力會冇咗。呢個過程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只要重複咁做，血管就可以變返年輕。一般伸展操嘅目的係為咗要伸展肌肉，不過加光教授講嘅血管伸展操就係為咗軟化血管啦，所以會針對有粗血管經過嘅地方。加光教授自己平時都有做開血管伸展操嘅，所以佢實際年齡係44歲，血管年齡竟然係38歲，年輕咗6歲啊！好後生啊！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跟教授學做可以軟化血管嘅血管伸展操啦！如果想提升血管伸展操嘅效果，關鍵就係喺身體嘅某個部位。重點係下半身。下半身。血管伸展操要伸展嘅部位係下半身。下半身有好多肌肉，亦都有好多粗血管喺度，所以下半身啲血暢順嘅話，全身嘅血液循環都會改善。令人開心嘅係，教授話我哋需要伸展嘅地方其實只係得3個。我哋等陣會再為大家介紹血管伸展操嘅做法。今集嘅內容仲有，要用力搓，直到覺得酸痛。直接刺激血管，令血管軟化。驚人嘅血管摩擦法，係嗰啲啊？睇嚟似係啦。仲會介紹可以幫大家軟化血管嘅食物，
好紅啊！只要用呢3招方法，血管就會變得柔軟啦。好處係減低腦梗塞同心肌梗塞呢啲血管疾病死亡嘅風險，仲可以預防高血壓同認知障礙症，真係有好多好處啊！保證你學咗之後會想去教鄰居。今集嘅節目會介紹點樣軟化血管，令身體內外都可以變返年輕。今集我哋嘅焦點係血管。如果想過健康嘅生活，我哋一定要諗辦法軟化血管，令身體內外都變返年輕，更加健康。我會為大家送上最新資訊。問下秋津醫生先，點解身體僵硬嘅人血管都一樣會僵硬嘅呢？首先由專科係循環系統內科見識廣博，我哋嘅博學之王秋津醫生為大家講解。而家醫學界好關注一個名詞，就係糖化，即係人體多餘嘅糖分同蛋白質黐埋一齊，令到細胞加速老化。無論肌肉、筋腱定係骨頭，都會因為糖化而硬化。血管亦都有呢個情況，會因為糖化而硬化同老化。血管唔會一部分硬化，而係全身平均咁硬化，所以血管僵硬嘅人身體都會僵硬，調翻轉頭都一樣。原來係咁。丁醫生點睇啊？日本藥科大學校長兼漢方醫學權威嘅丁醫生會講下令身體保持柔軟嘅重要性。正如秋津醫生所講，咁係有雞先定係有蛋先嘅問題。身體變硬會令血管變硬，血管變硬又會令身體變硬，就係咁啦。而重點係冇可能即刻軟化到血管，但係身體柔軟程度就有辦法可以即時改善到。所以如果嗰啲擔心自己嘅血管會硬化嘅人，我建議佢哋改善柔軟程度。原來係咁。新滿小姐，交俾你。係，根據最新嘅研究結果，我哋揾到3招可以軟化血管嘅最佳方法，而家會介紹俾大家。睇下第一招。第一招係血管伸展操。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請頭先喺片段出現介紹過血管伸展操嘅家光教授即場示範。請教授教大家點樣做血管伸展操，麻煩晒教授。好，血管伸展操其實係針對下半身有粗血管通過嘅3個地方：大腿關節、膝頭內側同小腿。刺激呢3個地方係伸展操嘅重點嚟。血管伸展操嘅目標，淨係要刺激有粗血管嘅大腿、膝頭內側同小腿3個地方。首先會教點樣伸展膝頭內側，各位觀眾都可以一齊做㗎。呢一招伸展操係要刺激通過膝頭內側嘅膕動脈。首先將伸展嘅嗰隻腳踏前一步，然之後就用對手撳住嗰隻腳嘅膝頭，另一隻腳就稍為咁屈曲，將條腰向下壓。體重集中喺你想伸展嘅嗰隻腳度，感唔感覺到膝頭內側已經被拉直咗？唔止嗰度啊，小腿都有扯住嘅感覺。冇錯，大髀都一樣有，係扯住咗。呢招好易做，睇住電視做都得。冇錯。首先將伸展嘅腳踏前一步，用手按住膝頭，然後屈曲另一隻腳，將條腰向下壓。伸展膝頭內側，做嗰陣要留意膝頭內側有冇被拉直，維持呢個姿勢30秒，左右兩隻腳輪流咁做。膝頭痛嘅人可以按照示範坐喺張凳上面，伸直一隻腳，同時提起腳尖。然後盡可能成個人向前彎低身，咁做都一樣有效嘅。跟住就教刺激大腿動脈嘅伸展操啦。呢招伸展操嘅目標係要刺激通過大腿正面嘅大腿動脈，大家都可以跟住做㗎。首先用雙手撳住地面，係
然後決定伸展邊隻腳，例如呢一隻啦，慢慢咁滑去後面，做到呢度應該會感覺到大腿關節已經被拉緊㗎啦。有冇啊，麻利？有啊，呢個位有被拉緊嘅感覺，係介乎於痛同埋舒服之間。拉到介乎痛同舒服之間就夠㗎啦，拉到痛就唔好，痛同舒服之間，然後維持呢個姿勢30秒。小山做得好靚，你真係好尷尬啊！好好靚靚啊！有一種熱力散出嚟嘅感覺。呢招嘅秘訣在於伸隻腳嗰陣唔好停止呼吸，一邊留意住大腿關節到大腿正面有冇被拉緊，一邊維持姿勢30秒。呢招一樣都係要左右腳輪流咁做嘅。如果覺得呢個姿勢太難做嘅話，仲有另一個選擇，成個人向下瞓低，然後提起上半身。做嗰陣，記住一定要留意大腿關節到大腿正面有冇被拉緊。最後一招，小腿血管伸展操。呢招伸展操嘅目標係要刺激通過小腿後方嘅脛後動脈。首先，我哋要單膝咁跪喺度，將貼住地面嗰隻腳稍為向外轉，然後慢慢向前彎低身。用心口向大腿輕輕施壓，重點係腳踭一定唔可以離開地面喎。做嗰陣要留意小腿有冇被拉緊，維持呢個姿勢30秒，亦都係左右腳輪流做。我覺得真係拉得好緊喎。做完之後全身暖粒粒㗎。哦，係啊，我都覺啊。跟住落嚟，專科係腦神經外科，日本嘅腦動脈瘤治療權威上山醫生會講下下半身對健康嘅重要性。人類嘅肌肉咧有一半都係喺下半身，小腿甚至係第二個心臟，所以經常活動腿部肌肉可以幫我哋變返年輕，同埋防止老化。當腰腿嘅肌力出現衰弱嘅情況，就係老化嘅徵兆，所以下半身好重要。原來係咁。做血管伸展操可以刺激下半身嘅粗血管，只要早晚各做一次，對軟化血管非常有效，大家都可以試下。好啦，根據最新研究結果嘅軟化血管最佳方法，我哋而家就去睇下第二招。係，一齊睇下第二招最佳方法啦。揉搓血管，揉搓。講到呢兩個字，松木安太郎好熟悉啦，係咪啊？我自己真係唔想記翻起呢兩個字咯。參加初中同高中嘅足球隊嗰陣，教練唔俾你飲水。細個嗰陣的確係咁樣㗎，教練要我哋跑到死為止啊。小山呢？而家要分享俾人糟質嘅經歷，點解啊？軟化血管嘅最佳方法，第二招係揉搓血管。血管會隨住年齡增長而慢慢咁變得僵硬，但係近年嘅研究指出，血管受到外來刺激嘅話，血管內側會產生某種物質，嗰種物質可以擴張血管，改善血液循環，同時令血管變返柔軟嘅狀態。血管究竟會產生咩物質咁犀利呢？大阪有個研究呢種物質嘅人，於是我哋去拜訪佢。呢度就係佢嘅研究所啊！你好啊！歡迎你哋啊！請坐。呢位就係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兼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井上正康醫學博士啊！喺江山大學醫學院畢業之後，就去咗美國，一直喺醫學界嘅最前線進行研究。
對於點樣令到血管變翻年輕，佢已經研究咗超過50年咁耐啦。井上博士表示，佢每日都會令自己嘅身體產生某種物質，可能因為咁，佢實際嘅年齡係72歲，血管年齡竟然係48歲，真係㗎！血管年齡比實際年齡年輕24歲啊！羨慕死人啊！血管年齡得48歲，好誇張啊！攝製隊就好好奇，但係佢就覺得理所當然。請問博士，如果想軟化血管，要令身體產生乜嘢物質呢？如果想軟化血管，最重要嘅嘢係一種叫做一氧化氮 NO 嘅氣體，要令血管壁產生呢一種氣體，可以軟化我哋血管嘅物質，答案係一氧化氮 NO。血管一旦受到外來刺激，血管壁就會產生一氧化氮，即係 NO。一氧化氮可以令到血管放鬆，然後血管就會擴張，最後就可以令血管變得柔軟。博士嘅研究就係咁啦，有方法可以令你產生一氧化氮，就係揉搓血管。佢會為我哋即場示範點樣揉搓血管。等我示範下。好。然之後由手開始。井上博士開始搓自己嘅手指喎，佢做緊嘅其實就係揉搓血管啊！我哋動脈嘅位置好深，所以要將自己嘅皮膚撳到去掂到啲骨，用皮膚去搓啲骨咁做可以刺激我哋嘅血管內側同埋血管外側嘅所有神經，繼而產生一氧化氮，令血管變得放鬆。一氧化氮主要係由我哋嘅動脈產生出嚟，而動脈位於肌肉嘅深處，所以要搓到有少少酸痛。血管一旦受到刺激，就會產生一氧化氮㗎。笑得好開心。井上博士每朝一瞓醒就會搓血管，已經做咗20年啦。由手指開始，咁樣一隻一隻慢慢咁搓。瞓醒之後，首先由手指開始做起，再到手臂、膊頭，跟住到頭頂、塊面同埋條頸，將全身15個部位慢慢用力揉搓，全個過程大約要15分鐘。好似咁樣，由頭搓到落腳，做晒全套嘅話，你會成身出晒汗。根據井上博士進行嘅實驗，有高血壓嘅人，本來最高血壓平均係170，每日揉搓血管嘅話，過咗2個星期之後，就降低20去到150啫。除此之外，博士仲調查大腦嘅活化程度，結果顯示搓完之後嗰15分鐘，大腦有顯著活化嘅跡象啊！換句話講，揉搓血管亦都會對腦部動脈產生影響。今世温書之前做。不過每日要搓15分鐘，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好難。不過大家放心，我頭先做嘅係全套，有短啲嘅版本，做3分鐘就夠㗎啦。係咁，就請博士教下我哋3分鐘就完成嘅簡短版血管揉搓操啦。最有效嘅做法係用手由條頸搓到上頭頂，咁做可以同時活化到我哋60成嘅大腦，好有用嘅。井上博士話，其實淨係搓我哋對手、塊面同頭頂嘅血管，就已經可以有效果啦。即刻試下啦！各位觀眾都可以一齊做㗎。首先係搓手指嘅血管。其實我哋10隻手指嘅左右兩邊都一樣有動脈通過，所以就咁將2隻手用力十指緊扣，就產生到好多一氧化氮。
刺激手指動脈嘅方法。首先，十指互扣，手指用力扣緊，然之後將其中一隻手掹出嚟，用覺得酸痛嘅力度將呢個動作重複咁做2至3次。仲有就係手掌有個萬能嘅穴位，首先要十指緊扣，然後用隻手指公去撳另一隻手嘅手掌，有個位會覺得痛，嗰個係勞宮穴，係萬能嘅穴位，只要咁樣撳下佢，就可以有搖佢按摩嘅效果。勞宮穴喺手掌嘅中間，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啊。好痛啊！另一個穴位喺手指公同食指嘅交接位置，叫做合谷穴，亦都可以改善血液循環。撳呢2個穴位都有效嘅。搓完手指之後，就輪到去搓手臂嘅血管啦。手腕嘅動脈比較接近皮膚，所以按摩手腕係非常有效。一隻手用力握住另一隻嘅手腕，然後一直慢慢咁搓上去，用力搓。秘訣係，當你搓嗰陣，手掌一定要完全貼實手腕，由手腕開始搓，搓到上去膊頭，刺激手臂嘅血管。胳肋底其實都一樣有好多血管聚集喺度嘅，所以呢一個位都要用力去搓。胳肋底有好多血管同神經線，可以用手好似挖泥咁挖就刺激到啦。至於頭頂同塊面嘅血管揉搓操，井上博士會喺錄影廠教大家點做。今日我哋好開心請到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井上正康博士嚟到我哋錄影廠。博士好，歡迎你，請多多指教。請多多指教。博士，請問一氧化氮又或者叫 NO 係咪任何人嘅血管都會產生到嘅？係，個個都得。只要你活動身體就會產生到㗎啦。原來係咁。可以軟化血管嘅血管揉搓操，我哋而家就學埋下半部分。首先學搓太陽穴，各位觀眾都可以一齊做㗎。呢個係最容易做嘅。首先用你對手嘅掌心用力去撳住個太陽穴，然之後透過皮膚用力去搓個頭骨，前後左右咁搓，要有少少酸痛。咁樣搓啲血管，因為太陽穴下面有好粗嘅血管，所以咁樣搓可以擴張啲血管。小生覺得點啊？咁樣搓法真係覺得又痛又舒服喎。係啊，冇錯。細個做錯事嗰陣，老師會用拳頭鋥我個太陽穴㗎。係咪咁轉法啊？用手指關節，感覺同當時好似啊。首先，揉搓太陽穴嘅血管，做法好簡單，用掌心撳住太陽穴，然後用力搓就得啦。得閒嗰陣，中意搓幾耐都得。跟住就教點樣搓頭頂。人嘅頭頂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叫百會穴，佢係全身經脈嘅中心。將對手放喺頭頂，透過頭頂皮膚去搓頭骨，力度介乎痛同舒服之間，不停來回咁搓。咁就可以大大促進頭頂嘅血液循環，而且仲會刺激頭髮生長。不過呢句説話由我嚟講嘅話，冇乜說服力喎。我發現呢件事嗰陣，啲琺瑯細胞已經全部死晒啦。越早做越好啊！揉搓頭頂血管，方法係將對手放喺頭頂嘅百會穴，然後好似畫面咁樣不停咁搓下佢。同太陽穴一樣，都係得閒嗰陣搓幾耐都得。最後係揉搓面部血管。以眉心為例，係我哋可以用掌心或者係手指去搓都得嘅。首先就要撳實皮膚，然後用力咁搓。搓啊搓啊，松木安太郎好舒服，搓好舒服啊！對美容都好，平時洗完面都會按摩塊面。你搓完成塊面之後，跟住第2日上粉一定會容易好多。咁幾好喎！
揉搓面部血管，以額頭、眉心、面頰同下巴為重心，對面部進行整體嘅揉搓。當你得閒嗰陣，中意搓幾耐都冇問題。專科係心療內科嘅基野醫生會教大家喺浸浴嗰陣軟化血管嘅方法。浸浴嗰陣可以喺水度加鎂質，例如落少少鹽露，浸完之後血管就會大大擴張，全身都會暖粒粒。喺冬天咁樣做嘅咧，舒服程度會更上一層樓，所以大家可以喺水度落少少鹽露。原來鹽露嘅主要成分鎂質有擴張我哋嘅血管同促進血液循環嘅重要作用嘅。每日浸浴嗰陣加少少鹽露，就可以令到血管變得柔軟啦。運動健將中山醫生會介紹一下佢自己都有用嘅軟化血管方法。當你做大量運動嗰陣，肌肉會膨脹收縮，咁樣可以由身體內部去刺激血管。行路都可以算係大量運動，但係正常咁樣行效果可能唔夠好。大家可以嘗試加大步幅，大髀舉高少少，手踭要揈喺後面，刻意加大行路嗰陣嘅負擔，咁樣就可以促進血管嘅內皮細胞釋放出一氧化氮，即係 NO。原來係咁。步行足以令到身體產生出一氧化氮。如果盡量加大步幅或者係加快步速，效果就會更理想啦。我哋而家就睇下第三招軟化血管嘅最佳方法。係，一齊睇第三招啊！睇熒光幕。食咗之後就可以增加一氧化氮嘅紅色問號。紅色問號同食物有關，松木安太郎。某種紅色嘅食物，你估呢樣究竟係乜嘢咧？紅色嘅食物啊，大頭菜同洋葱都係紅色嘅喎，會唔會係佢哋咧？麻利咧？好似有紅色嘅牛蒡㗎。紅色嘅牛蒡好新奇啊！紅色嘅牛蒡。食咗可以增加一氧化氮嘅紅色。我哋嘅同事喺調查緊仲有冇其他有效軟化血管方法嗰陣，某位醫生向佢哋報料，話要介紹有助軟化血管嘅食物喎。攝製隊就照佢所講，去到紅色食物嘅產地群馬縣吳妻郡高山村。今次我哋嘅特派調查員就係佢啦。大家好，我係小山輝信啊。就係小山輝信。群馬縣有啲咩㗎？蒟蒻啊？蒟蒻又的而且確係一種健康食物嚟嘅。唔通係加咗辣椒嘅蒟蒻？小山輝信一邊估係咩食物，一邊行去同醫生會合嘅地點。嗰邊有人着白色衫，佢坐喺長凳度，好似等緊人喎，同周圍好唔夾啊！咦？個背影咁熟嘅，唔通佢係？唔好意思啊，哦，你好啊，你咪係秋津醫生？係啊，歡迎你嚟啊！你講到好似本地人咁啦。報料嘅人原來就係我哋嘅博學之王秋津醫生啊！即刻出發去揾啦！嗰樣食物究竟係咩嚟㗎？係啊，佢喺呢區咧好易揾到嘅啫。其實呢度係嗰種食物嘅產地嚟嘅。產地？係啊，呢度係群馬。冇錯啊。我覺得應該係蒟蒻咯。啊，都估得幾接近，但係我唔會介紹普通嘢，你等陣就會知道㗎啦。食咗之後可以軟化血管嘅食物，究竟係咩嚟㗎？秋津醫生帶我哋去到中山盆地公路休息站啊！哇，好多嘢賣啊，地方好大啊！犀利啊！而家賣緊好多秋天嘅時令食物啦。聽完你咁講，我即刻覺得呢度係所有食物都對血管有益嘅。所有蔬菜都對身體有益嘅，但係我今次要介紹嘅嘢咧有少少特別。即係嗰樣嘢？係啊，其實就係呢一樣。呢樣？係啊。咩嚟㗎？究竟係點樣嘅食物可以令血管軟化呢？為咗尋找呢款有特別功效，食咗可以軟化血管嘅紅色食物，我哋嚟到群馬縣嘅高山村。聽講喺公路休息站有得賣嗰種食物㗎嘛，
真係有嗰樣嘢？係啊，其實就係呢一樣。呢樣？係啊。咩嚟㗎？對血管有益嘅食物，紅菜頭。紅菜頭？係啊。食咗之後可以令血管軟化嘅紅色食物就係佢啦。紅菜頭，我哋切開睇下。好，唔該晒你啊。哦，好紅啊！睇下隻色，好震撼啊！切開紅菜頭，睇下係紅色㗎。其實係咪都叫大頭菜㗎？唔同嘅，大頭菜係無青熟，紅菜頭比較接近蘿蔔。接近蘿蔔？係。表面上好似大頭菜，但係兩者其實唔同嘅。紅菜頭係屬於糖用甜菜，係咁，有咩菜式會用到紅菜頭呢？睇下，大家知唔知係咩啊？咪羅宋湯咯。冇錯啦，就係俄羅斯嘅羅宋湯。紅菜頭係羅宋湯好重要嘅材料，唔可以冇嘅。紅菜頭喺日本仲未好普及，但係只要去啲大間啲嘅超市睇下，真係有㗎，可以揾到紅菜頭嘅。不過食紅菜頭究竟點解可以令到血管變得柔軟呢？紅菜頭咧就含有一種成分叫做硝酸鹽 （NO3）。當紅菜頭嘅硝酸鹽進入我哋嘅口腔，佢就會轉化成一氧化氮，即係 NO， 身體吸收咗就會令到血管軟化，就係咁樣啦。原來係咁。秋津醫生指出，紅菜頭含有一種豐富嘅成分叫做硝酸鹽，比較硝酸鹽含量，紅菜頭拋離其他嘅蔬菜。硝酸鹽經過牙齒嘅咀嚼，會同口水產生化學作用，跟住開始轉變，最後喺胃度變成一氧化氮，俾人體吸收之後，就會令到血管變得柔軟啦。紅菜頭咁有益，種植紅菜頭嘅農民一定知道點樣食先最好味㗎啦。兩位調查員去到寧靜嘅田園喎，係咪嗰啲啊？睇嚟似係啦，揾到目標啦！唔好意思啊，我係小山輝信啊。我係秋津秀人，我係平型青人。你好啊！佢就係種植紅菜頭嘅平型青人，喺1488平方米嘅田地種植咗2萬棵紅菜頭。而家係紅菜頭當造嘅時候，於是我哋就去幫手收割。嚟啦！好紅啊！好紅啊！好紅啊！紅得好犀利啊！紅菜頭可以生食嘅。可以生食，唔知味道係點嘅呢？我唔客氣啦，試下先。好甜啊！跟住秋津醫生竟然話：你個樣變得好可愛啊！點解咁講啊？嘴唇變咗粉紅色，好似17歲咁。咪玩呢樣啦，唔使夾硬講17歲㗎。呢啲紅色嘅色素咧，其實對人體好有益嘅。真係嘅？係啊，呢種叫做甜菜素嘅多酚可以軟化血管嘅。原來令小山輝信突然變翻17歲，紅菜頭擁有嘅呢種汁液當中嘅紅色色素，其實係一種叫做甜菜素嘅多酚。甜菜素好有益㗎，有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導致癌症同生活習慣病嘅活化氧，而且仲可以防止人體老化。跟住就去平型先生屋企睇下紅菜頭菜式。你好，你好啊，平型太太。呢位就係太太佐和美。你哋好。佢哋仲有2個好活潑嘅仔，周太同響介。麻煩晒你啦。我首先會煮個羅宋湯，最經典嘅羅宋湯。冇錯係啊。最經典嘅當然係煮羅宋湯啊！將紅菜頭、紅蘿蔔、椰菜同洋葱所有菜一齊炒，
然後加水去煲，直接煲滾。煲滾之後就轉細火，跟住加入上湯，煮多20分鐘，咁個羅宋湯就大功告成。一睇就知暖胃，唔知味道係點呢？好味啊！有樣嘢好得意，係紅菜頭嘅色素去咗個湯度。哦，真係喎！本來咧佢哋係紅到嚇死人嘅，而家淺色咗。即係淺色咗，即係話個色素咧係水溶性，所以一定要飲晒啲湯為止。原來係咁。跟住就用紅菜頭去製作某種調味料，係咩嚟呢？我會用紅菜頭去整茄汁。茄汁？唔係用番茄，而係用紅菜頭整紅菜頭茄汁。有一條問題想考下各位觀眾嘅，用紅菜頭整嘅茄汁非常之有益健康，食幾多都得。咁係因為佢比起用番茄整嘅茄汁，有一啲嘢少咗啊！咦，麻利好似估到啊！問題就係咁，究竟係乜嘢少咗呢？以下係提示：紅菜頭本身已經好甜，所以落些少糖就夠啦。係。番茄整嘅茄汁加咗好多糖，原來係咁。茄汁俾人嘅感覺係又甜又好味，原來係因為加咗好多糖。冇錯啊！但係用紅菜頭嘅話，就唔使落咁多糖，因為本身有甜味啊。紅菜頭本身就有甜味，所以比起用番茄整嘅茄汁，可以落少啲糖。將烚熟嘅紅菜頭、洋葱、蒜頭，仲有糖同醋放到個煲度，唔使加水，然後用細火煮20分鐘，係咪好簡單呢？最後用攪拌機打成漿，睇下紅菜頭茄汁完成啦。因為糖分少咗，所以中意食幾多都得。平形先生極力推介。好啦，唔知紅菜頭茄汁嘅味道係點？真係好好味啊！我覺得佢嘅味道好清甜，同肉一齊食好夾啊，同油膩食物都會好夾。就算落咗咁多茄汁，因為係用紅菜頭整出嚟嘅，所以唔驚會攝取過多糖分啊。冇錯啊！再去拜訪另一家人，佢哋會整一道小朋友中意食嘅紅菜頭菜式。你好，歡迎你哋啊！呢位係石板完美女士，佢本身係個護士。佢之所以擅長整小朋友中意食嘅紅菜頭菜式，係有原因嘅喎。小朋友喺度啊！有10個人。咁多人？耶！你哋好。你哋好。石板家一共有5個活潑嘅細路，全家加埋總共有10個人啊！中唔中意食紅菜頭啊？中意。點解中意食咧？因為好味。原來係咁。可以開始。好，事不宜遲，即刻就嚟見識一下媽媽滿足晒10個人胃口，做法又簡單，唔使整好耐嘅紅菜頭菜式。第一樣材料就係免治豬肉，然後加咩咧？呢啲係麵豉啊？係紅菜頭麵豉。紅菜頭麵豉呢樣嘢我都係第一次見咋。好好味㗎。石板家嘅名產紅菜頭麵豉啊，係用攪拌機打爛嘅紅菜頭、麵豉、蒜頭同味淋混合而成。仲有就係呢啲係用白豉油醃咗2個鐘頭嘅紅菜頭粒，將呢啲紅菜頭粒加落切碎嘅洋葱度，再加麵粉同雞蛋，然後用手撈勻，整成餅形，放落鑊度煎香。就係細路最中意食嘅紅菜頭漢堡扒啦！好得意啊！加咗大量紅菜頭粒嘅紅色漢堡扒，味道係點嘅呢？好味啊！啲紅菜頭粒搞落好爽口啊，真係好正啊！冇介紹錯，真㗎。好啦，
頭先用嚟醃紅菜頭粒嘅白豉油仲喺保鮮袋裏面未處理，倒咗佢又太浪費，用嚟整咩好啊？石板太太示範嘅就係紅菜頭汁浸雞蛋，將烚雞蛋放喺染成紅色嘅白豉油嗰度浸半日。哇！變咗做粉紅色啊！好靚啊！雞蛋變咗粉紅色啊！好聰明嘅做法啊！我係家庭主婦喎。好味啊！我食到，好香嘅白豉油味啊，好正啊！石板家所有成員平時都會成日食紅菜頭，我哋決定度下佢哋嘅血管年齡。你好識俾反應喎，呢個反應非常之好啊！得24歲，犀利啊！比實際年齡年輕咗12歲。接受測試嘅5位成員當中，有4個都後生過實際年齡。伯母，你要食多啲紅菜頭啦！食咗之後就可以令到血管軟化嘅紅菜頭，大家不妨都試下開始食啦！小生，今次辛苦晒你啦！係，唔好咁講。外景拍得好好啊！只不過紅菜頭唔係我平時會接觸到嘅食物嚟㗎，所以今次令我覺得好意外啊！因為好好食啊！醫生表現成點啊？我想講佢嗰日着咗條鮮紅色嘅長褲，好型啊！為咗呼應紅菜頭嘅主題啊？應該係啦，但係佢冇講出嚟，所以完全冇人發現咯。你應該幫佢講啊嘛。係啊，只不過應該話醫生你條褲咁紅嘅，有咩含義㗎？係咪啊，醫生？秋津醫生帶咗自創嘅紅菜頭菜式上嚟，同大家分享啊！呢樣就係我自創嘅菜式啦。咩嚟㗎？紅菜頭薯仔沙律，好犀利，係粉紅色㗎。好靚啊！係咪好靚咧？隻色真係好靚啊！其實只係將烚熟嘅紅菜頭加落去薯仔沙律裏面啫嘛。紅菜頭薯仔沙律，將烚熟嘅紅菜頭切碎，同薯仔沙律撈勻就得，非常簡單啊！沙律吸收咗紅菜頭嘅顏色同甜味，大家即刻試下啦！大家試下啦！顏色好靚啊，影相鋪上網可以呃到好多 like 㗎，好靚！好靚啊！我以為係覆盆子嘅味道啊！係啊！冇錯啊！好味啊！好甜啊！犀利啊！好味啊！粉紅色嘅青瓜好震撼啊！係啊！係啊！未見過咁古怪嘅青瓜。就咁睇呢個薯仔沙律嘅顏色咁鮮豔，我以為食落會好甜好流啦，點知原來係咁清新嘅喎！各位觀眾，你哋都可以試下用紅菜頭自創新菜式嘅。麻，你講下感受啊！係，之前教嘅伸展操唔需要工具就做到，好方便。我有時間就會做，而且唔使錢，仲可以教埋你阿爸阿媽、關根先生同關根太太做啊！唔得啊！我阿爸成個阿伯咁，手腳好硬啊！真係㗎！更加要教阿伯做啦！一定要教。你嗌阿伯，我差啲就應咗你啊！